1990年暑期，香港戲院同樣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大片上映。短短2個月，嘉禾、新藝城、德寶、永盛、金公主等電影公司傾巢而出，許冠文、劉德華、張國榮、洪金寶、梁朝偉、周星馳等多名影星同場較量。有人一夜封神，有人黯然退場，亦有人從此改寫香港電影格局。今日呢集我會同大家一周一周咁回顧1990年嗰個瘋狂暑期，由6月尾德寶、新藝城率先開火，到7月新藝城領跑，再到8月周星馳賭聖核爆式登場，與許冠文新半斤八兩正面對撼。呢個夏天發生咗咩？香港電影呢2個月有幾精彩？點解周星馳可以憑一套低成本嘅賭片一夜封神？許冠文嘅冷面笑匠時代係咪喺呢個暑假正式落幕？點解吳宇森會成為當年最大嘅票房慘案？同我一齊翻去1990年，行翻一次嗰個改寫香港電影史嘅暑假。1990年6月28號，暑期檔正式打響頭炮。呢一日有2部戲同日開畫。一部係新藝城出品，劉家榮執導，洪金寶同麥嘉領銜主演嘅動作喜劇《瘦虎肥龍》；一部係張堅庭執導，鄭裕玲同梁家輝主演嘅政治諷刺喜劇《表姐你好嘢》。《瘦虎肥龍》由6月28號一路影到7月12號，總共只得15日，香港票房收1027.954港紙。戲入面，麥嘉飾演嘅瘦虎同洪金寶飾演嘅肥龍係警局最佳拍檔。追捕毒販太子德嘅過程中，意外破壞警務處副處長婚禮而被停職。去新加坡旅遊時，又因太子德雇兇報復而自行反擊。新藝城喺呢部戲入面延續咗福星系列嘅動作喜劇傳統，但市場反應已經唔及當年。2日之後，6月30號，高志森執導、黃百鳴監製嘅《開心鬼救開心鬼》開畫，由6月30號影到8月2號，總共34日，香港票房收1178.725港紙。開心鬼系列去到第4集，依然穩穩陣陣食住學生市場嘅基本盤。而真正喺6月28號上映嘅《表姐你好嘢》，先係6月尾嘅大贏家。張堅庭執導，鄭裕玲、張堅庭主演，由6月28號一路影到8月3號，總共37日，香港票房收2047.6萬港紙，排到年度第7位。呢部戲講鄭裕玲飾演嘅中國公安女幹部鄭妹押解毒販，來港途中疑犯越押，同香港總督察由摩擦到合作嘅故事。喺97倒數仲有7年嘅時間點上，兩地文化差異同政治諷刺啱晒觀眾胃口。鄭裕玲憑住呢部戲奠定咗佢表姐嘅經典形象。6月尾呢3場開火，傳統勢力似乎仲好穩。洪金寶、麥嘉嘅動作喜劇，黃百鳴嘅開心鬼系列，張堅庭嘅政治諷刺，各自有各自嘅捧場客。票房都過千萬，但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嘅大戰仲未開始，8月先係決戰嘅時候。不過喺呢個6月尾嘅戰場上面，我哋已經可以睇到一個徵兆，傳統嘅動作喜劇開始揾唔返當年福星高照嗰種狂熱。瘦虎肥龍1027萬嘅票房，對住洪金寶全盛時期動輒過2000萬嘅成績，已經係明顯嘅退潮，反而表姐你好嘢，憑住社會話題性衝到2047萬，預示住觀眾嘅口味正在由純動作轉向更有現實指涉嘅喜劇。暑期檔嘅第一週，傳統勢力用最後嘅輝煌，為8月嗰場新舊交替嘅世紀對決拉開咗序幕。7月13號，暑期檔迎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嘅超級製作，徐克嘅電影工作室出品，程小東執導，張國榮、王祖賢、張學友主演嘅《倩女幽魂》第2部《人間道》。
正式開畫。呢部戲由7月13號一路影到8月10號，總共29日，香港票房收20784824港紙，喺1990年年度票房榜排第6位。相對於第一集嘅純愛情童話，今集徐克將故事由聊齋嘅鬼魅世界擴展到一個奸臣當道、朝政混亂、民生困苦嘅亂世。寧采臣喺諸葛臥龍相助下逃獄，同道士知秋一葉一齊拯救被陷害入獄嘅忠臣傅天仇，並剷除禍亂朝政嘅妖孽張國榮、王祖賢、張學友，加上程小東嘅動作設計，令《人間道》成為奇幻武俠片嘅頂峰之作，亦係整個7月檔嘅領跑者。但《人間道》2078萬嘅成績，其實已經釋放咗一個信號，純奇幻武俠嘅號召力開始遇到天花板。7月28號，一部片名聽落去劉士余執導，周星馳、董彪、馮淬帆領銜主演嘅《師兄撞鬼》正式上映。呢部戲係周星馳演員生涯入面少有嘅靈幻喜劇。當時周星馳嘅個人風格仲未完全成型，戲入面董彪、馮淬帆等老戲骨都能夠分到佢嘅風頭，但《師兄撞鬼》依然收穫1212萬港紙票房，喺年度榜排第20名。呢個數字對住《人間道》嘅2078萬當然有距離，但對住一個仲未爆紅嘅喜劇演員嚟講，已經係相當唔錯嘅成績。更重要嘅係，距離呢部戲開畫只係20日左右，周星馳就要憑賭聖爆紅到一塌糊塗。換句話講，《師兄撞鬼》係周星馳暑期檔嘅真正預熱。佢喺呢部戲入面已經隱約睇得到之後賭聖嗰種小人物加超自然力量加無厘頭嘅配方雛形。7月呢一個月，表面上係人間道領跑，市場由奇幻武俠同傳統喜劇主導，但實際上所有識貨嘅人都聞得到空氣中嘅火藥味。1990年嘅7月就係暴風雨來臨前嘅最後寧靜。8月1號開始，暑期檔進入決戰時刻。8月3號，新藝城出品，霍耀良執導，許冠傑、張曼玉、吳嘉麗、利智主演嘅《紅牆飛龍》開畫，由8月3號影到8月16號，總共14日。呢部戲改編自日本漫畫《哭泣殺神》，新藝城末期大製作，遠赴莫斯科取景，原本寄予厚望，但票房只得1100幾萬，標誌住新藝城作為一個電影廠牌嘅徹底衰落。8月8號，洪金寶執導兼主演，譚詠麟、鐘發、五馬聯合主演嘅《脂粉雙雄》開畫，由8月8號影到9月13號，總共37日，香港票房收1500幾萬。洪家班嘅動作喜劇喺無厘頭浪潮中企圖揾到新定位，但1500幾萬只係傳統動作片嘅最後體面。8月17號，吳宇森執導，梁朝偉、張學友、李子雄、任達華主演嘅《喋血街頭》開畫，由8月17號影到8月31號，總共15日，香港票房只有800幾十萬，而投資高達2000萬，虧損慘重。吳宇森嘅暴力美學巔峰之作，講述兄弟去越南淘金，最後反目成仇嘅悲劇，藝術成就極高，但喺1990年嗰個要笑料同娛樂嘅暑期檔，觀眾根本唔受落。呢次慘敗直接逼到吳宇森後來改變風格，並為佢去荷里活發展埋下伏筆。然後8月18號禮拜六，香港電影史嘅一個轉捩點到咗，袁葵、劉鎮偉聯合執導，吳思遠出品，周星馳、張敏、吳孟達主演嘅《賭聖》正式開畫。呢部戲講大陸青年左仲星由周星馳飾演，來港投奔吳孟達飾演嘅三叔，兩叔侄走江湖時，無意中捲入黑社會嘅賭霸爭鬥。左仲星憑住特異功能透視眼同念力移物，成為賭聖。賭聖由8月18號一路影到9月19號，總共33日，香港票房收4132萬。
打破香港影史票房紀錄，成為首部票房突破4000萬嘅港產片，正式開啟香港電影嘅4000萬時代。預算只係1000萬嘅低成本製作，原本只係一部惡搞賭神嘅電影，冇人估到會咁癲狂。周星馳憑左仲星一角一夜爆紅，星仔一夜之間變成星爺，由演員躍升為現象級文化符號。劉鎮偉將特異功能同賭術結合，創造咗賭片嘅新形式。周星馳嘅無厘頭風格喺呢部戲入面正式成型，並奠定佢喜劇之王嘅地位。吳孟達亦憑三叔一角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6日之後嘅8月24號，真正嘅新舊對決上演，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三兄弟繼摩登保鏢之後，多年再度聚首。陳欣健執導嘅新半斤八兩開畫，由8月24號一路影到10月2號，總共40日，香港票房收2634萬，位列年度季軍。許冠文飾演嘅老許係內幕週刊總編輯，雜誌因內容過分正經而銷量不振，面臨倒閉。佢帶領員工費盡心思挖掘八卦頭條，最終陰差陽錯，憑一場劫案嘅現場報導起死回生。許冠文憑此片提名第1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呢部戲亦係許氏三兄弟共同主演嘅最後一部電影。同日8月24號，冼杞然執導，林子祥、關之琳、徐少強主演嘅一咬 OK 開畫，由8月24號影到9月11號，總共19日，香港票房收1080萬，係德寶出品嘅殭屍喜劇，講活咗200幾年嘅殭屍李伯爵喺生日派對上邂逅安娜，一見鍾情。值得一提嘅係呢部戲遠赴英國攝製，更加係香港電影史上首部採用杜比聲效嘅作品，為觀眾帶嚟前所未有嘅聽覺享受。8月24號呢一日，市場上同時有賭聖上映第7日，單日票房仍處高位。新半斤八兩、一咬 OK 三部戲廝殺，賭聖4100幾萬，新半斤八兩2600幾萬。前者票房係後者嘅1.57倍。許冠文嘅冷面笑匠，擅長暗諷市井小市民嘅小奸小詐，展現人性深處純真善良嘅光輝。題材源自當時嘅社會生活。周星馳嘅自嘲式小人物，喜劇癲狂中帶住偏執，靠嘅係佢本人高超嘅喜劇表達同對生活嘅嘲諷。論深度，許冠文可能更勝一籌，但論生命力同大眾接受度，周星馳嘅無厘頭全面勝出。1990年8月18號，賭聖開畫嗰一日，就係香港喜劇電影新舊王朝交接嘅時刻。周星馳就由呢一刻開始，縱橫香港影壇，到如今嘅功夫女足，依然係全民關注嘅焦點。可惜嘅係，佢自2007年嘅《長江七號》之後，就唔再演戲。8月21號，黃泰來執導，劉德華、陳百祥、王祖賢主演嘅《摩登如來神掌》開畫，由8月21號影到9月11號，總共22日，香港票房收1116萬。呢部戲將漫畫元素同武俠結合，劉德華飾演嘅男主角誤打誤撞學到失傳嘅如來神掌，同反派展開大戰。元華同幾位老師傅嘅動作設計相當精彩。喺賭聖統治嘅暑期當中，用武俠漫改片搶到屬於自己嘅觀眾群。8月尾嘅市場格局已經相當清晰，賭聖一枝獨秀，上映超過10日，仍然保持強勁走勢，每日票房都企喺高位。新半斤八兩憑住許氏三兄弟嘅招牌同家庭觀眾支持，穩步累積票房。摩登如來神掌同一咬 OK 則各自吸納動作片同僵屍片嘅基本盤。去到9月，賭聖繼續發力，
由8月18號一路影到9月19號，33日內收割4132萬，打破亞洲紀錄。新半斤八兩由8月24號一路影到10月2號，40日內收穫2634萬。憑藉良好口碑同家庭觀眾支持，證明傳統喜劇仍然有市場，但已經做唔返票房冠軍。9月仲有其他電影陸續上映，但整個暑期檔嘅大局已定。周星馳用一套低成本賭片改寫咗香港電影嘅票房標準，許冠文用一套社會諷刺喜劇完成咗許氏兄弟嘅最後謝幕，吳宇森用一套藝術傑作換來咗從影以來最大嘅挫敗。縱觀1990年暑期檔，除咗賭聖、新半斤八兩等重點影片之外，仲有大量風格各異嘅作品同期上映，共同構成群星匯集作品神仙打交嘅火熱市場。先講動作同警匪類型嘅集體發力，洪金寶自導自演嘅《瘦虎肥龍》配合脂粉雙雄，試圖以純正功夫同喜劇元素守住動作片嘅基本盤，但票房分別只得1000萬港紙左右，反映出傳統功夫片已經唔再係大眾首選。麥當傑執導嘅《省港旗兵4》作為經典系列嘅延續，繼續以硬核寫實風格吸引動作片死忠。奇幻同武俠類型方面，黃泰來嘅《摩登如來神掌》，文進嘅漫畫奇俠，方令正嘅川島芳子，亦分別從漫畫改編同歷史奇情切入，喺周星馳嘅無厘頭狂潮之外揾生存空間。至於帶有濃厚文藝色彩嘅作品方面，陳坤厚嘅《春秋茶室》，程小東嘅《人間道》，代表住當時港產片喺類型融合上嘅野心。雖然係7月13號開畫，但其搭建嘅宏大奇幻世界觀同深刻人性探討，至今仍被視為港產奇幻片嘅巔峰之作，收2078萬港紙，穩住年度第6。另外，楊權嘅《水玲瓏》、劉士余嘅《師兄撞鬼》等作品，雖然票房表現參差，但無疑豐富咗暑期檔嘅生態，展現出香港電影工業極強嘅包容力同創造力。總括嚟講，呢啲遺珠之作雖然冇賭聖般嘅爆炸性影響力，但佢哋喺類型邊界探索、導演個人風格延續上都功不可沒，與賭片、無厘頭喜劇共同譜寫咗1990年暑假嘅光影樂章，證明當時嘅香港電影市場容量之大，足以容納各種各樣嘅聲音同故事。踏入2026年暑期，香港戲院嘅銀幕競爭呈現出一個頗為特別嘅格局，真正屬於香港本地製作嘅港產片並唔算多。而且遇上咗一部現象級嘅國產片《給阿嫲的情書》嚟港上映，搞動成個檔期嘅票房水溫。目前8月嘅焦點毫無懸念係周星馳星爺自編自導嘅《功夫女足》，原定8月8號喺香港啟德戲院舉辦首映禮，星爺攜迪麗熱巴、劉嘉玲等一眾主演悉數登台。佢86歲嘅母親凌寶儀更罕見公開到場支持，仲有幾部備受矚目嘅製作，包括劉德華、謝霆鋒領銜主演，謝苗、許冠文特別出演嘅《怒火漫延》，同埋梁樂文執導嘅《寒戰》。此前吳彥祖透露，預計2026年8月暑期檔上映，具體上映時間暫時未有下文。而古天樂、任達華主演嘅《征戰》，以及由梁家輝、衛詩雅、衛英雄主演嘅《空槍》，回看成個檔期，火遮眼同一個部門嘅誕生，喺6月用港產片嘅本土味道加動作暖場，給阿嫲的情書雖然係國產片，但喺香港引發謊言情感共振。8月功夫女足以星爺一錘定音。至於港產大片會唔會陸續接棒，大家拭目以待。最後總結一下，1990年暑期檔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縮影，亦係一個轉捩點。有人話許冠文嘅冷面笑匠時代正式落幕，
周星馳嘅無厘頭時代全面開啟。8月18號賭聖開畫嗰一日，就係交接儀式完成嘅日子。動作片方面，洪金寶嘅瘦虎肥龍同脂粉雙雄，新藝城嘅紅牆飛龍，票房都停留喺1000萬到1500萬之間，開始失去主流市場，被周星馳嘅搞笑同成龍嘅特技取代。吳宇森嘅喋血街頭慘敗收場，800幾十萬票房對住2000萬投資，虧損超過一半。呢次失敗迫使佢改變風格，最終憑年底嘅縱橫四海重返巔峰，並為佢後來去荷里活發展埋下伏筆。另一方面，賭片盛世正式開啟，賭聖破紀錄之後，賭俠喺年底12月接力，再收4034萬港紙，周星馳王朝由此建立。呢個暑假亦埋下一粒種子，下期再見。